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初10，诗篇21篇50安尼讲：伊因为你，互伊的胜利得到大荣光。你将尊贵威严赐予伊。三甲来祈祷，将尊贵威严赏赐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的荣光对东到西遍照全地。既然有愧视的，拢伫你的光照中来活，无人会通夺闪你的面。主啊，你是美善慈爱的天父，你永无改变的疼，互敬畏你的人会通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主啊，虽然有时黑暗罩满大地，黑黑暗暗也藏伫人的中间，困苦忧愁，互阮受尽艰苦。在人看是见效失败，总是主啊，阮伫患难中，犹原有大愿望，因为你要互阮的胜利得到大荣光。你要将尊贵威严赏赐予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。